佛陀明言，征服自己比打敗千軍萬馬更偉大。喺古代戰場上，英雄揮劍斬敵，萬人敬仰。但係喺我哋每一個人心中，都有一個更隱密、更持久嘅戰場，咁就係我哋嘅內心。有人一生都喺度追求勝利、權力、名聲，但從未真正打敗過自己心中嘅恐懼、慾望與執着。今集係想同大家探討乜嘢叫真正嘅強者？我哋點樣喺日常生活中面對自己、認識自己、超越自己？3個層次嘅自我征服。第一層，面對自己嘅恐懼。恐懼係最原始嘅敵人，佢唔一定嚟自外在，而係嚟自內心嘅想象。佛教講無我，但係我哋常常執着於我可能失敗，我唔夠好。分享一個現代例子，有人害怕改變工作，害怕表達自己，結果一生都困喺舒適圈。你最近有冇逃避過某種挑戰？嗰個挑戰其實係你心中嘅敵人。第二層，超越慾望與執着。唔講貪嗔癡，但係可以講慾望與控制。我哋常以為擁有越多就越幸福，但係事實上慾望係無底洞。分享一個故事，一個富翁擁有一切，但係仍然唔快樂，直到佢學會放下。佛陀話：知足者富，能忍者強。第三層，同自己和解。真正嘅征服唔係壓制自己，而係理解自己。有時候我哋對自己太苛刻，太執着完美，反而失去平靜。分享一個修行者嘅例子，佢唔係逃避情緒，而係學會觀照情緒，俾佢自然流動。你有冇試過原諒自己？你有冇試過靜靜咁聽自己心裏嘅聲音？總結，真正嘅勝利係內在嘅自由。千軍萬馬可以征服一個國度，但只有真正嘅強者先至能夠征服自己嘅心。當你能夠面對恐懼，放下執着，同自己和解，你就已經贏咗。從今日開始，做一個真正嘅勇者。多謝收睇。